大家好，好開心咧，可以喺度咧同大家分享咧，我哋艾多美咧又新出一個秒殺嘅精品啊！究竟佢係咩嚟咧？就係我旁邊一部啦，秒殺嘅艾多美淨水器係啦。咁佢同時咧備有淨水之餘咧，佢可以咧消毒啦、殺菌啦，同埋過濾一啲咧重金屬嘅。同時間咧，佢24小時咧都有紫外線幫你咧去殺菌啦，預防二次污染嘅。同埋咧，佢可以即時咧3秒之內咧已經咧出到熱水㗎啦。咁事不宜遲啦，馬上咧要話俾大家聽，究竟佢有幾好用。首先咧就係佢個水機嘅外身啦，其實咧佢有主體機嘅。咁後邊呢個咧係水箱啦。咁同時咧前邊咧就係嗰個主機板面，係啦，主機板面啦。咁咧佢頂咧就有呢個揭蓋。咁其實咧，我哋揭開佢咧，已經咧可以加水嘅啦。咁你可以咧即時咧，佢唔需要咧駁水喉嘅。咁你可以咧裝咗啲水，或者成個抽起佢就去裝水啦。咁咧裝到幾滿咧？咁大約咧去到呢個位置，即係手抽嘅位置啦。咁已經 OK 嘅啦。咁然之後咧，我哋吸翻個蓋，係啦，馬上咧。就可以開始嘅啦。好啦，我而家咧就展示俾大家睇咧，點樣咧去用呢部機啦。咁其實咧使用好簡單，你見到佢咧版面咧係一個液晶體顯示啦。咁咧平時咧靜態你唔喐佢嘅時候咧，佢有邊暗燈嘅。咁但係咧你都可以咧，因為慳電啦，同埋咧個耗損嘅程度啦，咁可以長撳咧。第一個就係調溫度呢邊呢個掣，大約咧5下度啦，心數。咁佢成個咧屏幕咧就會熄㗎啦。咁咧點樣開關咧？其實咧要再撳佢啦，又係5秒咧。咁佢咧就會自己着翻，見唔見到啊？好啦，跟住咧開始啦，我要攞水咯喎。咁你見到咧嗰個溫度咧係現時係25度室溫嘅。咁跟住我調校，我想咧再暖啲喎咁樣。咁你可以下一個溫度就係一調98啦。好啦，其實25度通常咧就會去到45度啦，之後55，繼而65。75、85，然後最高去到98度嘅，即係話即使咧你要用一啲好熱嘅水咧，佢都即時可以咧提供到俾你嘅。好啦，然之後咧我就會調校乜嘢咧？水量啦，係啦。譬如我要飲120喎，咁咧我就需要，然之後校咗溫度、校咗水量，我就要撳呢個取水器。咁咧佢自然咧就會出水㗎啦。咁個容量咧，佢當然啦，去到120 ml， 咁佢就會自然會停㗎啦，係啦。咁假設啦，如果我唔想校容量喎，咁咧你可以調校嗰個連續嘅，去到呢個掣連續，佢會斬下嘅。咁我就再撳啦。咦，今次咧我係想不如45度啦，好嘛？暖啲啦，係咪啊？咁我校翻連續先，好啦，連續，好啦，然後我又係撳取水器。咁咧，其實咧，你見到咧個紅燈啦，同埋咧有啲紫色嘅燈咧，好啦，咁我已經停咗佢噶啦，即係我適當啦。咦，就係滿啦，咁我可以撳啦，咁樣咯。咁呢個咧係方便咧，係我連續取水需要嘅份量，咁然之後咧可以即時停止佢啦。第二嘅就係咧，因應咧你自己飲嘅容量去調校嘅。例如咧，通常譬如我成日每日都飲噶啦，因為咧唔夠蛋白質咧，唔夠肌肉嘅人咧，就飲呢個3倍蛋白粉啦。咁佢咧本身都建議咧係150 ml 嘅水嘅。咁即係話可以，你其實係揀呢個82咧，然後再加少少已經夠噶啦。甚或是咧室溫咧，你可以沖呢個能量飲啊咁樣。咁呢一陣咧，我會示範咖啡，因為咧今朝咧第一杯咧咖啡咧未飲嘅，係啦。好，咁呢個咧就係我嘅示範啦。咁啊，介紹埋隔離先。好啦，見到佢咧自動咧都會，因為我講嘢耐咧，佢就自動熄啦，即係慳電模式啦。好啦，另外咧，你見到咧旁邊咧呢個水壺咧，究竟係咩嚟嘅咧？咁其實咧佢呢個好好嘅呢個儲水器。咁你見到後邊嗰個咧最大容量嘅儲水啦。然之後咧佢開機嘅時候咧，佢經過咧中間呢度有個濾芯啦。
然之後過濾完之後呢啲水咧就會去咗呢度先嘅，咁啊方便咧你攞水同時可以儲水嘅。咁儲咗水愛嚟做咩咧？其實咧你可以咧日常咧做一啲烹調啦，例如用一啲乾淨嘅水啦，咁啊去撇除咗一啲水喉管啊、日積月累嗰個重金屬啊，或者一啲細菌嘅污染，或者一啲氯氣啦，對有敏感化物質有敏感嘅人士咧，都係非常方便嘅。咁會倒出嚟啦，呢啲乾淨水你就可以咧愛嚟刷牙、洗面。甚至洗菜啊，係啦，都可以用佢嘅喎。煮食咧、烹調咧，對我哋嚟講咧，中意煮嘢食咧，非常之方便。咁同時咧，如果好似而家咧春夏天啊，咁通常咧都少咗飲熱水嘅時候咧，就可以即刻咧倒出嚟飲。同時間咧，你發覺咧過濾完嘅水咧，會口感咧比較潤滑啊，同埋鮮甜嘅。所以咧，如果咧能夠咧24小時咧隨時隨地即刻咧可以攞到乾淨水，同埋咧一啲咧熱嘅滾水咧，非常之方便。咁我而家咧再示範齋啡啊！我哋咧艾多美嘅阿拉比卡嘅齋啡，咁我攞個靚靚得意杯先，即係連咧咖啡機嗱，我哋講求快捷嘅都可以沖啦。咁咧我哋有呢個小包裝，你有個大包裝。如果小包裝呢個咧，其實82ml 水已經可以㗎啦。咁咧我就會調校55度啦，係啦，55度。咁我要嘅水量啦。120ml， 咁咪斬下斬下，跟住咧我就可以攞水㗎啦。咁呢一陣咧拍完視頻，我就可以咧嘆翻杯美味可口嘅阿拉比卡咖啡啦。係咪好方便呢？好啦，跟住咧過後咧我就會再講多啲 function 啦。咁第二個你見到隔離啦，隔離呢度咧有個銅鎖掣，咁佢設計咧非常之貼心㗎，去迎合咧屋企咧有一啲小朋友，咁個小朋友咧其實有機會咧佢都會亂掹啲水，就好得意係咪啊？斬下斬下，咁咧我哋有個銅鎖，輕輕掂住佢，又係5秒度啦，咁佢就會自動熄㗎啦，即係話你掹極都唔會出水㗎啦，係咪非常之貼心咧？咁所以咧，我都係咧要即時話俾朋友聽啦，佢有幾好啦。同埋一陣咧，我會講解翻咧成部機啊，究竟咧佢嗰個裝置係點樣咧？因為佢其實好輕巧同埋好簡單。咁你見到呢個咧取水拎出嚟，咁已經可以飲用啦，係啦。然後套翻入去，咁就簡單方便啦。我要講下呢度啦，其實咧你棘入去嘅時候咧，佢有啲紫外線燈咧係內置嘅。係可以能夠24小時咧係殺菌消毒㗎，咁就撇除咗咧大家平時咧以為儲水喎，我倒咗啲煲完啲水啦，跟住咧就去板度飲嘅時候，其實咧已經有機會咧係二次污染嘅，即係例如可能打個乞嗤啊，或者一啲飛沫啊，咁已經咧可以透過飛入去嘅時候咧已經係受到細菌感染㗎啦，咁所以咧。為免大家安心咧，其實咧就建議，如果真係你停電啊，或者你熄咗個電掣啦，係啦，你見到機身咧都會提你嘅，譬如你24小時冇用啦，都會建議你咧用翻過濾翻大約5秒嘅水啦，係啦，然之後咧將佢倒咗佢嘅，係啦，咁呢個係一個溫馨嘅提示。好啦，然後咧我要解翻鎖先，又係咧輕輕掂住佢得㗎啦，係啦。5秒到啦，咁佢就着翻嗰個熒幕啦。咁呢度咧同埋佢好多市面上好多水機啦。咁其實咧你都唔知佢幾時先需要換嗰個濾芯㗎。咁佢設計非常之貼心嘅。喺你熒光幕咧，其實咧兩邊咧都會有一個暗示嘅公仔嘅。咁但係而家咧呈示唔到啦，因為我冇呢個需要。咁如果當你係唔夠水嘅時候，咁呢一邊咧就會着㗎，係啦。有個咧好似個杯仔咁樣啦，着咗嘅，咁就話俾你聽，咦，你需要唔夠水喎，你要加水先。第一，第二咧就另外就係呢度啦，我掹出嚟第一次，你見到咧佢呢度斬下斬下嘅，即係代表咧，如果你吸得唔好喎，呢個儲水器吸得唔好，咁佢咧你係撳極都撳唔到㗎，攞唔到水嘅，係啦。咁所以咧你要棘翻入去嘅，咁咪着翻呢度有個公仔，即係顯示翻OK 咯喎，可以聯繫到啦，咁先至可以重新去攞水嘅。
咁所以非常之方便。好啦，沖完咖啡咧，帶大家睇下機身先。咁咧頭先咧儲水箱啦呢個位置係啦，其實咧可以咧打開佢，喺度就咁打開佢咧，已經可以倒水噶啦。好啦，冚翻埋先。咁咧可以成個抽起嘅。咁啊當然咧抽起嘅時候咧，都建議你哋逗住個底抽，咁就 OK 噶啦。咁然之後咧，我就打開佢嘅中間嘅內芯俾你睇啦。咁啊睇翻咧，佢其實非常之細心㗎，見唔到啊？佢有個二維碼㗎，係啦，去教你嗰個視頻嘅。好啦，然之後咁我揭開裏邊俾你睇下，再一次咧細心咁樣咧詳細咧去介紹啦，係啦，嗰部儀器，即係我哋淨水器點樣用啦，同埋咧點樣去換嗰個濾芯啊。咁啊再一次提示啦。咁你見到咧呢度咧有3支濾芯嘅，其實咧係究竟乜東東咧？咁佢頭先都有顯示啊，究竟要拆開嚟咧，其實擰一擰，好啦，佢已經凸起咗鬆起，你就可以成支抽起嚟換嘅啦。咁所以咧非常之簡單安裝，同埋咧係撇除咗高昂嘅呢個保養啦、維修係啦，自己咧都可以咧換濾芯，又有提示，咁啊非常之簡單。好啦，你見到咧佢都有暗示嘅1號啦、2號啦嗰啲突突地嘅數字喺度，同埋咧一個鎖嗰個方向嗰個掣嘅。好啦，咁究竟咧咁佢有咩功效咧？佢能夠咧有效過濾啦，咁係第1同埋第2咧重複合一咧嘅聚丙烯活性炭複合濾芯。咁佢有效咧能夠咧攔截咗你嘅沙粒啦、沙泥啦、一啲鐵鏽啦，同埋咧可以咧吸附喺水中嘅氯氣同埋一啲異味嘅。咁呢個係1、2號嘅濾芯嘅好處啦。咁啊跟住咧3重啦，第3重過濾咧係採用咧反滲透膜濾芯，可以過濾咧高達0.001嘅微米啊，即係0.1納米，去過濾水中嘅細菌啦、病毒啦同埋一啲水垢嘅。咁啊究竟咧0.1納米有多細咧？其實咧大家都知啦，細菌咧大細通常咧嗰個範圍啊，大約500至到5000嘅納米之間，即係意味着咧反滲透膜過濾精密度咧係細菌大小嘅5000倍以上。病毒大小咧雖然咧都係細於細菌嘅，但係普遍咧病毒咧大小咧通常都係咧20至300納米之間。咁咧大家可以咧反思啦，反滲透膜咧過濾精密度係普通病毒大小嘅多少倍以上咧？係200倍啊！即係話咧至少200倍以上啊！所以反滲透膜係有效咁過濾細菌同埋病毒嘅。另外咧，同大家講解翻重金屬形成嘅水垢同埋咧啲離子，亦都係咧大於0.1納米㗎。同樣能夠咧被有效過濾，解決咗水垢、異味、重金屬同埋2次污染、一啲微生物咧污染等等多種咧水質嘅問題，確保飲水安全啦，同埋咧能夠最重要係乜嘢啊？守護你全家嘅健康。另外第4重咧係活性炭嘅濾芯，咁咧精選咧椰殼活性炭，能夠咧進一步去除水中嘅異味，提升咧你嘅口感啦、潤滑度啦，同埋經過咧前面咧4重過濾之後咧，水咧會儲存喺淨水壺嘅。嗱，頭先有講解嗰個淨水壺嗰個地方，係啦，儲存喺淨水壺。第5重咧就係內置嘅紫外線啦。紫外線系統咧可以咧對淨水壺中嘅水進行殺菌處理嘅。實驗室報告顯示，開紫外線燈咧持續咧工作咧1小時啦，對試驗咧大腸桿菌嘅殺滅率咧大約咧99%嘅，確保咧淨水中咧嘅水咧始終係安全衞生啦。只如果你隔夜未能夠飲用，係啦，裏邊嘅淨水壺嘅水咧都唔需要咧驚2次污染咧而需要倒咗啲水去嘅，咪非常之方便實用，同埋都係非常之周到嘅佢嘅設計。艾多美嘅淨水器咧，讓你咧飲用嘅時候咧非常之安心嘅。無論你係沖咖啡啦、
抑或沖我哋嘅即溶普洱茶。咁同時間咧，亦都咧 for 咧啲媽咪咧非常之方便㗎，沖奶粉。仲有最方便就係咧，我可以咧即時咧沖我嘅代餐啊！咁咧非常之方便，因為咧又唔怕咧裏邊咧冇咗營養啦。我調校45度，咁已經咧同埋滿足唔同嘅溫度啦嘅要求，滿足唔同水量嘅要求，都可以幫到你。譬如蜂蜜啦，我哋係啦，麥露卡蜂蜜啦，係啦，都可以沖調嘅，用室溫水就可以啦。咁佢係採用咗咧旋流速熱嘅技術啊，所以咧就可以3秒咧即刻可以咧攞到98度咁高嘅水溫，即熱即飲，係啦，非常快捷嘅方便嘅體驗。咁咧所以咧令到我哋咧用家非常之愛不釋手啊！我準備咧買多2部送俾我屋企人。艾當美嘅水機淨水器係咪好方便、好好用呢？咁同埋經濟實惠，事不宜遲啦，大家馬上行動啦！因為以我所知咧，仲有5日咋，5日，咁大家預訂啦。預訂嘅同時咧，亦都可以咧攞到1號同埋2號濾芯嘅優惠券。艾當美冷熱淨水器現時咧售價連運費，只不過咧3000蚊有找，仲快啲去訂！頭先帶大家睇整部嘅機身外形啦，係咪好簡潔方便易用呢？咁同埋咧前邊咧液晶版面咧，除咗咧有細心嘅設計銅鎖之外，亦都下邊咧有個定制沖洗嘅，即係機身嚟到你可以咧隨時隨地自己中意嘅時間，唔需要叫師傅上嚟，已經撳一個掣，已經可以簡單沖洗整部淨水器噶啦，係咪真係非常之方便易用？另外就係後邊呢個原水箱啦，咁佢備有4.5升嘅大容量，咁啊方便呢一個小家庭1日咧所需要嘅飲用量。